看看怎么样？看看够用吧？锡纸系列、捞汁系列、锡纸猪心、锡纸大油边、锡纸腰子、手烤凤爪、炭烤小羊腿、马勺系列、麻辣涮肚、烤羊排、烤羊腿、小烧鸡儿、辣炒系列、铁板系列、搂扎汁儿、注射、羊腿、羊排啊，开烤。哎呦我去，看看行吗？这小色儿啊，够用啊！锡纸系列教学，继续搂炭烤小羊腿、铁板大虾、锡纸铁板辣炒捞汁儿，准备开灶，吃好喝好，喝！